家庭为着咱的事业咧打拼嘛，这是咱一般人拢有即款的情形嘛。啊，家庭了美满无打拼才会使，事业了成功无打拼才会使。但是呢，咱爱打拼嘛。 人咧讲咱时常听咱的前辈者咧讲，一时爱顾腹肚嘛，就是爱打拼顾腹肚嘛。暗时咧爱顾佛祖嘛。哦，啊，你要顾佛祖，你若无去做的时阵呢，你要做要安怎做佛祖？就是阵咱咱当初来讲，求道你若毋知影三宝。 哦，你也毋知影三宝，你毋知影回天的路啊！哦，所以为着生活奔波走世间，辛苦追求名利甲名声。哦，你伫即个世间所追求的，无非就是名利甲名声嘛。但是这伊嘛甲咱讲，百岁年后咱才会倒去。世间钱、世间用，世间若无大个。 你无机会咱用嘛？哦，你存足济财产，有啲个叫做财产嘛，你若无啲个叫做遗产嘛。足简单的道理，但是呢，咱要安怎去跳会出来？这个看个人的修持甲心